嘉义电池工厂爆炸，有10个人受伤，因为是锂电池。市政府提醒民众门窗得来关好好势。内政部派清官阿兵哥去台南家己甲婚姻救灾，也若台南到呾，也有3000多户无电通去用。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7月14中昼新闻，我是麦尚英。头先来关心的，就是伫高雄的小港，有全台第一座超级电池的工厂，伫14透早熊传出爆炸，连面就庆烟导火安尼烧起来，拢总是造成10个人受伤。因为这导火的所在呢是锂电池的成品区，所以消防局甲环保局拢伫现场监控，泉水来甲伊降温。也若市政府也针对小港6个里发出警告，提醒民众在门窗得爱关好吧。阵阵的乌烟一直冲对天顶去，看起来非常的惊人。小港区一间电池工厂14透早5点外传出爆炸导火，消防局随出动46车91人前往拍火，员工伫第一时间拢顺利走出来，无人受困。死亡过程中有12个员工甲3名经销人员送病院，加在拢是轻伤。员工讲因拢是大夜班的，唔知影火是安怎烧起来的，不过有听到爆炸的声音。就有一些擦挫伤。这个前面有做一些，前面有一些小爆炸嘛。电池其实说这个安全性上面的话是蛮危险的，所以说希望相关单位能够彻底的调查，然后杜绝以后发生相关的事情。因为火烧的是锂电池的成品区，消防局派出机器人伫火场泉水降温，环保局也派人伫周边侦测空气品质。虽然厂外检测的数字拢无超标，不过厂内部分也受测到氢氟酸超过标准。佮加上火烧的乌烟已经影响到小港6个里的空气品质。市府也发消息通知民众，爱关门窗，暂时唔通出去外口。县长跟周界都没有检测出相关有毒性化学物质。那你用检资管在现场去检测，也是没有检测相关的氢氟酸或其他相关的物质。虽然火打熄了之后，它因为这个元素的关系，还会在不断的在复燃，所以这是它最困难的地方。但是基本上都是用水，出水线把它降温，然后让它的热能挥发完之后，那就可以火势就可以熄灭掉。市长陈其迈强调，伫咧找出导火原因进程，会要求业者相关锂电池制停全部停工。后续也用上严格标准来追究业者相关责任。对此，3员人员回应，会配合市府的相关单位调查。针对意外造成地方的不安，因也感觉真实的。记者柯家从高雄高雄场报道。再来看这回这单仔是风台呢，是互台湾中南部灾情拢真严重。内政部对今仔开始，就派1350个阿兵哥去台南家己甲婚林来救灾，甲民众斗整理家园。也若台南这电力的状况，一直到头拄11点的时阵，也阁有3000多户是无电通可用的。即马台电也全力来抢修。雨一直落，替代夜南穿雨衫，陪同文旦龙扣予大风吹落的文旦，刷落来个协助清运。风彩高达进入第9日，已经获电的所在，民众开始整理家园。以早地方政府会协调国军协助，不过即摆拄到汉光演习，国军无法度支援大量的人力。内政部紧急调派替代夜南协助，包括台南、嘉义县市甲婚姻县，人数达到1350人。最主要的工作当然是协助我们这次损失最惨重的柚子剪植落果还有青草环境这部分，多来到了6成还有一小部分来灾区帮我们那个减轻不然第一时间真正拢唔知要安怎去处理这足感谢咱国军的这弟兄不过受到风灾影响，还未复电的所在，也有客家北门7个顶地，到达已经9日，也有3342户停电。就是讲，我第一时间出来巡，我会当个载交通锥，把那个道路用好，卖下大家危险。但是8、9天嘛，至少先来把它扶正嘛，安尼下大家先路会通啦，卖危险。台电人员继续部分人来抢修，也让外界感受到第一线人员的辛劳。客家地区都有台电人员13暗去吃饭，民众就直接付钱，也无留名，和台电人员真感谢。他已经快离开了，他知道是台电的人员、工程人员现在才来用餐，他很感动，然后他就出门的时候就拿2000块给我，请我处理给那个台电人员，那个就是买单。他说不用，他就挥挥手就赶快离开了。风灾升到中南部，网络上也有民众号召大批志工协助，有志出钱，有力出力，唔望会当赶紧恢复家园。公司新闻采访报道。
来看，真正有人咧趁这灾难钱的，这是伫咧云林虎尾大塘宿舍的工地呢。伫咧丹那市风台期间是互人偷摕物件2解，包括着这电缆线，也有工区等等，收10外件呢，拢互人甲偷摕去，损失10外万。即马经过工程单位的报案，目前警方已经调监视器进一步来追查。 有一个人身躯顶拍着电缆线，对工地上架行出，抑个四轨上惊互人发现，背后有一个人对工地内面行出，也拢有搬电缆线。云林虎尾大塘宿舍修理工地，风台过了11个准备要施工时阵，发现电线工具被偷摕，损失超过10几万。偷摕去的，本来规排拢是钱啊。啊，这边拢是假死啊，20万的假死拢是这，啊，怎么搬的？所以因拢知影才有坑。 施工单位讲，调工地监视器发现，自初5透早就有3个人走入去工地内面，将电缆线、器材等10几项物件偷摕走。初7风台来进前，又有人入去内面偷摕，因已经报案，由警方调查。经调阅现场周边监视器画面，追查可疑嫌犯，目前正积极侦办中。警方呼吁。 施工单位应加强防窃措施，贵重设备应妥善上锁或移至安全处所，避免小小有机可乘。施工单位讲，这款器材拢有小可藏起来，一般人伫咧短时间内要找到搁偷摕走无遐容易，怀疑是进前伫咧工地做临时工的人偷摕。警方表示，伫接到报案了，已经扩大调现场周边的监视器，积极追查。公司。 来关心交通一件事故，这是高雄的轻铁呢发生通车以来上侪人受伤的意外。昨昏尾暗仔差不多5点外时，有一台大货车是违规驶过轻铁的路线，转甲一台轻铁的列车来相撞，车顶6个乘客，加有货车的驾驶拢有受伤。轻铁列车将要驶过路口。 因过有一台大货车双硬要过铁轨路，2台车拢做伙，轻铁的车头前东方玻璃规片拢碎去，大货车的车头也拢甲猫气变形。列车行经英雄路口，列车为绿灯通行方向，大货车自列车左方驶入，司机员虽然已经紧急刹车，但仍与货车发生撞击。 车祸发生伫咧海边路甲英雄路口，高雄即份讲列车无牌码，会送入去机场内面检修。因过代志发生迄当阵，车顶6个乘客加货车的驾驶拢因为撞击受伤。好加在拢个知影人，其中6个人包括货车驾驶在内拢送病治疗。警方初步认定是因为货车驾驶王兴南无照规定让大众接运系统车行过。王南行为违反《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45条第1项第17款。 处600元以上1800元以下罚款，并王南涉嫌违反刑法第184条过失妨害公众运输行驶安全罪，将于警询后函请地检署侦办。轻铁伫暗时7点5分恢复由南往北通行，不过这件意外也创高雄轻铁通车以来受伤人数上最案例。 高雄轻铁通车甲搭沿线59个路口发生过几路件意外。2月初就轻铁列车正要过路口时阵，一台无依照停号违规倒来的轿车撞到。3个也因为司机誤神，列车过站无停，结果高马路转来月台，造成交通大乱。因过民众需求愈来愈悬，高雄轻铁每班车的营运时间自12开始延到暗时10点半。 第一天营运，规天的总运量要达4万人次，表示轻铁也是真侪人爱坐。公司新闻综合报道。最近呢是常常发生这行动电源导火烧起来意外，台铁甲高铁即马是公布新的规定，要求旅客这行动电源一定爱扎伫身躯边，袂使放伫行李箱仔内底。也毋过呢，因为即马这交通部是无相关的规定，所以目前时间内会当选择用可放的。 今年4月，高铁发生一桩旅客放伫攀野的行动电源向向边去着火意外，因为常常有行动电源家己烧起来的状况，为着安全，台铁甲高铁拢公布坐车的指引，旅客行动电源应该扎伫身躯边，袂当放入行李箱或者是架上托运。我会配合，对，这是大众的安全性的问题，不是个人的安全性，是大家的安全这样。你放随身携带的背包。 你在游玩的时候，你随时可以拿行充充嘛。可是你搭大众运输交通工具拿行充的话，可能就是怕会有问题。
行动电源伫飞轮机家己着火，威胁着飞行安全的事件也常常发生。台铁甲高铁最近1年以来也发生3件意外。对此，高铁表示，旅客载的物件若可能有危险的时，应该放伫看会到的所在。若准旅客使用也是保管行动电源无细致造成火灾，有关需要负相关的赔偿甲法律责任。也若台铁表示，现行铁路法规定的危险物品无包含行动电源，敢若会当用可坑的。我们是有请旅客要这样子做了，因为法律上是没有办法强制嘛，现在只能劝导，因为罚则是交通部定啊，我们不能自己定啊。台铁强调，虽然目前法规并无将行动电源列作危险物品，但是过去几件事故显示，若是无好好保管，就可能造成意外。高铁也透过网站、车站的看板，也有列车的走马灯等等，呼吁旅客注意行动电源使用的情形，来维护旅客运输安全。公司新闻采访报道。平常时大家咧坐捷运的时阵拢会用这悠游卡，也毋过即马呢，所有人是用假的悠游卡，竟也有买这电机票，所以去到台铁的柜台去办退票来诈领现金，拢总是骗着万外块。即阵这警方是当咧追查，无排除背后就是集团咧犯案。拄卡感应快速入站，用悠游卡坐车真方便。这款的电子票证也提供通勤的人白开车电机票，但是警方收到报案，有人伪造交通票，透过直直向台铁退票诈领金钱。嫌疑人是持伪造的悠游卡进行退费。那全案已依规定受理，并掌握特定对象，积极侦办中。台铁紧急报案，就是因为查到有旅客摕悠游卡办理电机票退票，但是系统显示卡片有问题，要求对方留资料。伊刷看起来真紧张，就选去啊。站务人员输入卡片号码，才发现短时间内已经来来回回退钱真侪届。那张卡它是伪造的，它是晶片里面的流水号跟卡片对不到。如果没有注意。跟他核对的话，就有可能会被那个。我们对于这个退票，我们会特别注意里面内外的资料。台铁初步清查，将一张卡片号码放大量复制，制造做真侪张悠游卡，拢放改做有买电机票，向还客退票机制，领超过12000块。台北站有4条，轰炸领8000外；桃园站也亲像有3条，轰炸领4500外。甚至退票旅客毋是共一人，至少3个人涉案，无排除背后是集团犯案。卡片在这个人身上，然后你并不能保证，不管是什么样的卡片，它是不是存在一些这个漏洞在，所以并不能去限制这一块，所以反而是在它即使有这个被变更过的这个卡片，回到站内的时候做读卡的时候，这时候来做稽核，会是一个比较好的防范的方法。其实台北捷运正常才出现高中生入侵悠游卡晶片系统，改写欠钱的金额。诈领上万块，这个换代替受害，除了靠警方继续追查，找出幕后的嫌犯。治安专家也建议强化内部系统的警示，才当伫第一时间发现古怪。国视新闻采访报道。国际消息，咱要先带大家来关心的，就是法国总统马克宏，伊宣布，即马为着要来因应罗西亚甲恐怖主义等等的攻击，法国是会增加69亿欧元的军事预算，差不多就是代表2200亿遐尔济。而且呢，这马克宏佮强调讲，要保持自由，安尼就必须爱互人会惊吓。在法国国庆节之前，法国总统马克宏向军方高层发表演讲时指出，虽然法国即马公共财政吃严，伊还有能力扩大国防支出。伊宣布2026年国防预算会增加35亿欧元，2027年佮增加30亿欧元，总共增加65亿欧元，合代表差不多2200多亿，增加差不多6%。马克宏强调，为1945年之战结束以来，自由毋捌受过这么严重的威胁。Et au fond, soyons simples. Pour être libre dans ce monde, il faut être craint. Pour être craint, il faut être puissant. La nation, pour cela, doit être plus forte. 马克宏目标是伫伊第二任任期最后一年，也就是2027年时阵，将年度国防预算提高到640亿欧元，差不多代表2.18兆，这是伊2014年就任总统时阵年度国防开支310亿欧元2倍。也指出，俄罗侵略乌克兰、中东地区冲突，甲美国增加不确定性，和欧洲面临危险。Les bombardements sur l'Iran, les combats entre l'Inde et le Pakistan, avec sans doute
l'un des combats aériens de la plus grande intensité des dernières décennies. Les à-coups dans le soutien américain à l'Ukraine, la guerre commerciale entre alliés dans ce même contexte. Oui, nous assistons au retour du fait nucléaire, de la prolifération des conflits majeurs. 美国总统川普最近是8月明告，提悬军费比例成员国6月才达成共识，将核心国防支出目标为2%调降到3.5%。不过，若法国要达标，年度预算会超过1000亿欧元，达成的难度是真高。公司新闻陈伟真报道。 北韩的领导人金正恩拜六接见罗西亚的外交部长，这北韩是来答应在俄乌战争当中呢，伊会无条件来挺罗西亚到底。因为这罗西亚呢，即马是继续咧发动无人机甲飞弹来攻击乌克兰，这互美国总统川普是真无欢喜。伊讲今仔日要发表重大的声明。 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在日伫境内元山度假区接见来访的罗西亚外长拉夫罗夫，并且伫游艇顶面举行会谈。金正恩讲，北韩的无条件支持甲鼓励罗西亚领导阶层为解决乌克兰危机根源所采取的一切做法，同时也讲双方国间的继续深化交流。 견해를 의견을 자주 교환하는 게 매우 중요하다고 생각합니다. президент 拉夫洛夫出来访问北韩3天，在2前，伊甲北韩外长崔善基伫元山会谈，并且感谢北韩派兵协助罗西亚攻打乌克兰。过去1年，北韩已经向罗西亚派出大约11000名士兵支援前线来作战。金正恩政府也答应，搁再派大约6000名军事鉴定师甲建筑工人到罗西亚库斯克地区来协助重建。另外一方面，罗西亚在日发射597架无人机、26粒的飞弹，主要是针对这个西部城市，造成2人死亡、20人受伤。 乌克兰方面也甲几100架无人機甲10粒飛彈解散落。Щоб Україна отримала якнайбільше засобів для збиття дронів, для збиття ракет. 羅西亞對6月開始明顯增加對烏克蘭空襲，在日是7個第4擺重大空襲，有雙方會談都無進展。羅西亞觀察美國總統川普協商的努力，表示川普有個要伫10時對羅西亞來發表重大聲明。公視新聞鄭元慶編譯。 繼續上嘅天災來關心，這印度呢，即禮拜這大水雨是落無歇，造成真嚴重嘅災情。印度嘅北部甲西部是發生水崩山，目前是還未收到這傷亡嘅通報。也毋過呢，因為這車路是因為崩山未通，所以農作物飲了，這算當是真食力。另外，這西班牙加泰隆尼亞這個所在，嘛是因為這2日落大水雨造水災，目前是有2個人失蹤。 怪手趁雨較細時陣趕緊動工，這條路因為山壁崩落，車無法度過。在過去1禮拜，印度大雨落未停，到13北部加西部有一寡所在災情是真嚴重，溪水灌出，山頂的大水衝來，幾多條路車無法度過，尤其旅遊計劃受影響。 6 बजे से हम यहाँ पे रुके हुए हैं और बोल रहे हैं कि कोई आने जाने का रास्ता अभी खुला नहीं है, सब बंद है और शाम को 5 बजे खुलेगा। और हम पैकेज में हैं तो हमारे वो वाले पैकेज जो है उसमें आज का मनाली एक्सप्लोरेशन था वो कैंसिल हो गया। 印度真濟農民的種作攏是靠天公伯落雨灌溉，不過這幾年雨落傷多，排水系統佫無好，定定做大水。在古吉拉特邦西部的巴納斯坎塔，有一個所在大雨落規暗，農民種的土豆規攏浸入個水內底，真唔甘。 दिया और फिर से मैंने मूंगफली लगाई तो फिर से पूरा खेत भर गया है तो हाँ बहुत नुकसान है फिर भी उगेगा नहीं मूंगफली ऐसे पानी भरा रहेगा 4-5 दिन ऐसे पानी पड़ा रहेगा तो फिर भी नहीं उगेगा 另外，西班牙加泰隆尼亞的庫維利亞斯，因為拜六落大雨造大水，有人失蹤。13早起看到直升機佇咧天頂來來回回搜救。 根據失蹤者的厝邊講，看到因和大水沖走去，尾仔就無看到人。西班牙國家氣象局佇11晚發布幾路變紅色警戒，了後有幾多條路甲邊緣就做大水。加泰隆尼亞消防局佇社群媒體打文，有接到200多通報案的電話，趕緊派直升機去搜救。公視新聞吳文玲編譯。 來看國內，咱立法院審查大法官被提名人，因為呢，這普發現金1萬塊才拄通過爾，所以國民黨立委是真關注被提名人陳志榮，伊對這普發現金敢有違憲的看法。這陳志榮是認為講，其實這是有爭議的。另外呢，這立院是煩惱到這保護令對被害者來講，可能是無夠周至。因那陳志榮是認為講，應該愛透過實際案例對立法來補強。
立法议会顶礼拜五才3读通过普发现金的案件，10次就成做立法院专题委员会审查大法官被提名人案件的焦点之一。因为外界质疑增加有损可能违宪，国民党立委陈玉珍就追问大法官被提名人陈志勇的见解。问讲普发现金法案是不是违反宪法70条？立法院主张是预算，是法律案，是法律案。行政人认为是法律里面有涉及到实质的预算编列。那请问这个是法律案还是预算案？这个特别条例，这个就是有争议。民进党立委林国成是关心社会讨论真久的死刑的议题，强调死刑一直管就袂输敢若是一个废死，陈志勇死刑准废的立场。大法官还要兼顾基于国民主权、国民的情感及价值共识，所以我在这边可以理解，也认同死刑的存在，而且有感同身受。民进党立委郭耀前是关心新北土城甲某台车案等案例，看出保护令对保护被害者人权可能一个缺失，但最终认为对实际案例用立法来实际补强对受害者的保护效果。基本上这些漏洞的填补，并没有违反比例原则，赞成在这个部分要更针对实务上的这些实例来补充法律的漏洞。陈志勇强调，以做会考试委员，坚守行政中立，也对宪政体制有正丰富的实务经验。若是让将这宪法的守护者，会奉献家己的力量，进一步把理论甲实务相结合。公视新闻综合报道。再来看这开12亿来改建的新竹棒球场呢，是因为这场地的问题，进前才拄开始使用的时阵，就害人受伤。这市政府是送到国外这鉴定报告呢，是显示讲是无达到安全的标准。即马经过2档月的改善，到达这进度是严重去前着。民众党立法院党团拜因呢是找教育部体育署同齐去现场来会勘，希望会当赶紧完成改善计划。花了12亿的棒球场变成烂尾楼。当初一开始的时候，找了一个劣迹斑斑的绿油油来拿到这个工程。现在这个劣迹斑斑的绿油油，不仅不肯负起责任，好好的完成改善，现在是透过司法诉讼在拖延程序吗？把政府的公权力当什么？民众党立法院党团今仔日早起是去到新竹棒球场来考察，这个球场呢是开12亿来经费的改建，不过所干那办2场比赛尔，即马就无搁再使用啊。民众党的立委甲教育部体育署、新竹市府是来到现场来会勘。这民众党指出讲，过去这2档月以来呢，施工的厂商是以保全证据来做理由，用各种法律的形式来拖着市政府的团队来改善的进度，或者进度呢是拢是看袂到头，这民众党是希望讲相关单位呢，要重视契约，嘛爱来理清责任。另外来看，伫那边赢的支持之下，这核三厂的三读是通过重新启用的公投案。中选会表示讲，无论是同意，也是讲你要反对，双方拢爱有代表，才会来举办辩论会。目前这支持的代表是由民众党的黄国昌来成立办事处，也那反对的代表，这环保团体嘛来交出联署书，希望会当成立办事处，让社会听到双方的意见。反对核三重启，反对老旧核电厂继续服役。环保团体来到中选会头前发出诉求，因为8月23就是核三厂重新启用公投的投票日。中选会表示，无论是同意还是反对公投，双方拢爱有才会来举办辩论会。提出公投案的民众党是由党团总调黄国昌来成立公投办事处，徛伫反对立场的环保团体暂时来交反核联署书，要来向中选会申请成立公投反对方的办事处。伊嘛要求中选会得赶紧审查，毋望伫咧辩论会顶头针对核能安全、核废料安全处理等等的问题来辩论。核电继续使用迄是足无公平，咱这世代无公平，咱区域无公平，咱族群也无公平。咱是爱先成立办事处，了摕到这文号了，咱才有法度来去推荐咱上电视辩论的人选。
屏东佛山厂自号机截至5月中停放，立法院5月20岁就三读通过重新启用的公道案。有律师就指出，佛山厂伫1978年起做40多年前的建物，面对地动耐震的设计无够较全，除了建筑有安全的疑虑，佛山厂阁起伫咧断层带下底也有沼气，若是要重新启用，实在真危险。伊指出，即马国际拢真关注再生能源，发电能源已经毋是优先选项，呼吁台湾嘛着赶紧转型。咱有即对厂商，伊要把物件卖到全世界去啊！全世界有真侪国家拢足重视迄气候的问题，所以咱感觉若是真正要做，应该是用再生能源。过去佛山厂就捌发生过几若件的核案事件，其中核电厂历来上严重的二级核子事件，就是发生伫咧佛山厂。若是佛山厂要继续胖互当地民众甲环团是拢真烦恼。环团希望公道会当透过电视发表会，还是辩论会，互双方的意见拢通互社会听到。记者卢尚珠、郑春游台北报道。汉光41号演习今日早起10点的时阵呢，这海军是伫咧高雄左营的外海来执行防御性捕鱼的科目。咱的总统赖清德是亲身去到现场来视察。水雷它不只是武器，还是一种心理战的工具。布雷作战如果能让敌对的势力明确知道它的存在，就能达到嚇阻的效果，进而让对手改变行动。这比实际引爆还更具有价值哦。咱的总统赖清德、国防部长郭立雄是爬上快速捕鱼的船来视察这水雷的这作业。海军表示讲，这捕鱼就亲像是咧主动这中国来领导，所以那像是海上的路障，这计小小，而且呢，这水雷是无好清，会当去拖到这中国军的这个进度，对咱的防卫是真有效的帮助。来看汉光演习呢，今仔日是第6天，早起是伫咧南口的国小来模拟中国定律，咱到底要安怎来应变？同时也来进行自卫战斗，也有救护的演练。因为这宪兵呢是来演练兵力，也有物资转用的情形。即届就连美军送来的刺针飞弹也对外公开。后备部队藏伫校园的树林内底，接到敌军来袭，马上操作105榴炮准备接战。紧张地操纵火炮流程，4门炮同时开炮。汉光41号演习已经来到了滨海暨滩岸战斗阶段呢，而陆军的2登6旅炮兵营模拟共军这个登陆了北部地区之后呢，出动了1洞5榴炮支援前线作战。汉光41号演习第6日，也是自空六旅全旅高调的第10日。国军乌起强军大规模登陆，上臂军队伫前线交战，后备部队已经加做集战力，伫后边支援用105榴炮打击敌军。后备部队也进行自卫战斗演练，城市无人机进入战场环境，透过放红色烟雾，代表看到敌情。调员快速赶去战术位置，交互掩护，继续向前。根据战场环境活用遮笔笔变化写的姿势，过程当中也加入重情的情节。调员爱自救指挥，提悬战场综合率。我这次也是第一次经历14天，加上演习期间的教招，所以这一次的训练规模会比以往的来的有些复杂。临兵中弹之后，要知道说自己怎么去做包扎，以及临兵怎么去做掩护，然后将保存战时最高的兵力。这一次教招中所更新的一个射击姿势的变换，那在这个障碍物的部分会采取跪姿、卧姿以及立姿的射击。第半名宪兵部队全副武装出现伫台北市区街路，赶紧进入集训站。汉光演习今年有关聚焦首都保卫战，针对强军可能突袭政经重处，宪兵执行兵力物资转用演练，用集训伫地面下骹快速机动支援市区各个位置。宪兵会车厢出站，更个武器引人注意。这是美军援助台湾的人营在刺针飞弹，伫即摆操演提出来，应随时执行基层防空任务。宪兵指挥部表示，透过实战化训练，验证军民整合机制，运用这军等设施部署，增加战场尽化尽胜。记者综合报道。再来关心今仔日透早的时阵，伫咧台北市大同区呢，真侪所在是熊熊失电，有2000多户受到影响。这当中是包括着金华酒店，有旅客是表示讲呢，伊是带外国亲戚来遮住，结果要饭店连续停电去。也那台电是回应讲，是因为这地下的高压电缆线去各样，唔才会发生这件事故。金华酒店大停电，应该不是只有我们这一间吧？
旅客甲手电开开，伫饭店的房间内底巡一轮。14饭点过，到咧饭店煞向规个暗面网，原来是停电啊！来电！后来电总算来啊！旅客想要先走去1楼避难，毋过电梯内底显示的号码煞规个乱糟糟，互伊惊一跳。根据了解，这个旅客原底是要带伊头一届来台湾的外国亲情来到金华酒店，想要到煞拄到这个情形。金华在我们心中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地标，然后是以前的古王嘛，所以就是会觉得说他就对他很有期待。聊天聊一聊，然后突然全黑。我们一开始会紧张说，怎么可能？就是台风天台北都没停电，然后突然间就是没事，然后还住5星饭店，然后停电，就真的就是有吓到，很害怕说是会发生什么事情。当然吓一跳啊！我以为出了什么问题，我就最怕鬼的。根据了解。毋若是金华酒店，代志发生伫咧14饭店过12点13分，为台北市大东区承德路2段、赤峰街、南京西路甲中山区的天祥路等等迄块地拢受到影响，拢总有2413户失电。金华甲老爷酒店拢有停电。因为台电的地下电缆故障，随即办理那个转工还有抢修的工作，那大概7分钟之内我们就复电了70%，大概复电了1847户。那其中金华酒店我们在事故发生后1分钟内我们就复电了针对这点，金华酒店强调讲，停电的原因是台电的高压电缆供电无稳定所致，当咧请台电提供跳电的证明文件。另外，旅客嘛关心有味的电力哪会无启动。金华酒店讲，是因为停电的时间，敢若1分钟了后，就随恢复供电，所以无需要用到有味的电力。记者综合报道。有一句古早话咧讲，这有钱正免，无钱就免食。其实对这当中，咱会当了解到这免鱼的价值。伫咧家己布袋免仔鱼呢，因为即摆风台是大量死亡，而且这风台过了，佮连续了几6天的雷公雨，或者池仔内35000只的免鱼是惊死，损失超过500万。花边满满白色的所在，拢是惊死冰岛的免鱼。阮那主人讲，因遮阁有饲乌鱼、沙巴鱼。风台过了后，拢无代志，就干那这2区免鱼全部冰岛，计用35000斤。因为它是石手科的鱼，它耳腔内有耳石，那耳石会跟声音产生共鸣，所以它会直接刺激它的脑部神经。如果说那个声响超出它能够接受的范围，它就会晕眩，甚至严重就是死亡。渔民讲，这种高经济价值的鱼仔已经饲3冬，原本伫风台来进前，已经有家人讲好要用1斤100个的价销，互人来收。想袂到一个风台过了后，2区的鱼仔全部死去，损失超过500万。2个加起来大概是35000斤，35000斤的150，养了3年，那个成本不敢算，我不敢算，因为电钱啊，还有人力啊，还有饲料费用，就像乌鱼一样。养到快要收成的时候没了，我相信那个的损失都已经是到最高点了。渔民表示，免鱼对养殖环境真敏感，为鱼仔开始饲，若有啥物死角煞，就会造成损失，成本甲风险较悬，所以才会有钱食免，无钱免食这句话。饲免鱼看天食饭，拄着风台心花全部乌有去，渔民无奈讲，即马有钱嘛无免通食。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是咱的议题来关心的是台北市卫生局是来抽检市民的菜色，这当中52件呢是有13件无合格，这比率是有25%，包括着韭菜花、高赞塔、酸亚等等是拢有检到农药。另外呢，这榴莲的重金属也超过标准。卫生局是强调讲会加强源头的监测，也有农民的辅导。花开真鲜的菜色果子煞被验出农药残留。台北市卫生局5月抽检市场、超市、卖场这所在，发现52件抽检的菜色果子，有13件无符合规定，无合格率高达25%。农药一定有的，只是自己回家就要泡水啦什么的，就处理一下。挑蔬果，我比较喜欢挑新鲜的，所以我不会去超市买，我都在传统市场买。卫生局针对高风险产品加过期无合格产品加强抽检，即摆无符合规定的有韭菜花、高赞塔、芹菜、酸啊、莲雾加菜豆啊、酸叶，各验出1项到2项残留农药超标。另外，还有2件榴莲产品重金属镉含量超过标准。各
这一项呢不是第一次，以前也有其他产品有检出铬。那这个部分依照食安法是要求业者要先期改善，那我们呢会在改善期之后会再进行相关的一个抽验。那如果还是不符合规定的话，就会依法裁罚。事实上，去年9月到11月，菜色果子抽检无合格率，嘛高达34%到37%。每一东北食一个巴肚内底，该做好源头的食安把关。农药残留若超过法定容许量，已经违反食安法、相关法6万9两项。已要求抽验地点下架，不得贩售。那产品如果是来源在外县市，我们也已请当地的卫生局进行调查。抽验不是结束，是开始调查落实管理。卫生局表示，落实源头的田内底感情，家己的产地加强辅导农民。之前的时阵，正确用农药，将有效减少农药残留的问题，让民众食了安心。记者综合报道。宜兰南阳大桥改建案今仔日是来举办说明会，要毋过呢，其实这项改建案边仔的旧桥，因为这互人废除文字的成分，所以有可能会去拆掉。而且呢，这附近犹阁是水鸟的保护区，甲这个南阳溪口的南亚地，所以有公民团体是呼吁讲毋通拆桥，希望用其他的办法来解决下水的问题。宜兰的南阳大桥是连接溪北甲溪南重要的交通要道，车流量真大。因为这条桥真旧啊，水路通过面积无够，有安全的疑虑。地方争取要改建，工程由公路局规划发包，初步估计要30亿，工期差不多4年，已经进入综合规划阶段。综合规划的阶段呢，我们必须要依照法规来进行所谓的一个生态检核。公路局伫个二吉社区举办南阳大桥改建工程生态检测地方的说明会。工法按算采用先改建一半的桥，再搁改建另外一半，保留施工的时阵，汽机车还阁会当通行。不过参加会议的公民团体有无共看法？桥面体悬顶有几啊种无共款的做法，会当互伊会当符合目前的这种法规所以其实毋是敢若有拆掉，也是讲改建这种的做法啦。若要改建这条桥，就会影响到边啊原底有历史建筑身份的南阳铁公路桥。这条旧桥去用废止文字的身份了后，恐惊会去用拆掉。文化界发起抢救的行动，提出行政救济，希望保留这条旧桥。所以我建议说，能不能寻求其他的方法，例如说，目前高滩地是能还地于河。因为这个工程伫咧南阳溪口水鸟保护区甲南地附近，有公民团体烦恼讲，若向施工改建这条桥，可能会破坏当地河川的生态。建议会当甲溪埔顶悬的农作物刷走，就会当解决水路密集无够的问题。公路局表示，相关的意见拢会纳入综合规划参考。若旧南阳铁公路桥是要保存还是要废掉，拢有工法会当解决，袂影响工程设计的进度。记者综合报道。咱拢知影讲，其实这菜市啊、加减拢有流浪狗仔甲猫仔的问题。伫咧屏东市的中央市场呢，是出现一阵照顾流浪猫仔的店头，因无靠着这政府的补助，3冬来是家己啉钱，甲上百只这流浪的猫仔甲绑起来，避免因搁再来生拖。另外呢，因嘛替这猫仔来找着新的主人，互菜市啊变作是一个友善动物的环境。只有带它一只小只的，所以我就把它就安置起来，就是照顾健康之后要送养。人仔来猫仔看起来真温顺，行到咖啡店外口，就有猫仔来甲你小借问，涂骹有放猫仔的饲料。屏东中央市场的内底有10几位店头组成养饲鸟族，开家己的时间甲钱，替流浪猫仔阉掉，照顾好势了后，帮猫仔找新厝。3年落来，因已经绑起来大约500只猫，嘛帮100多只猫仔囝找到新的主人，互这的猫仔囝免搁流浪。你猫如果有给它固定上厕所的地方，给它繁殖，它其实就不会刻意的去各随地大小便或干嘛，一定是忍不住才会这样。如果你有在帮现在看得到的浪猫结扎，后续的这种影响就会越来越少。店头讲，真侪人误会流浪猫仔会甲环境用垃圾，其实只要有固定的食物甲便所的所在，猫仔就袂乌白超粪扫，嘛袂乌白放屎。问题毋是猫仔，是猫仔的数量。所以要饲会使，但一定要带去绑起来，这是上有效控制流浪猫仔的做法。一个人的力量无够，咱10几个人的力量会当互相扶持。你遮掠到的猫，
也是咱部应该讲的，讲要领着了，要结扎，这费用真正讲属实，阮拢家己无吼，会当付偌济，阮就大家互相去做这个功德。因已经建立一套处理流浪猫仔的方式，将猫仔阉掉了后，放转去原本的所在，互猫仔主人生活。猫仔囝会甲照顾好势，才开放认养。安尼的方式，毋但减少流浪猫的问题，互中央市场搁较有人情味，嘛吸引袂少人来市场找猫仔翕相。记者柯炳哲，屏东报道。下落的时阵，其实真侪人拢会四界去行搭。咱的水保署呢是来选出全台湾12出这农村的特色手路菜。这当中，这台东的关山的碗公饭呢是摕到银牌。即马因要甲这在地好滋味甲推广出去，互愈侪人会当食到特色的好料理。台东县关山顶农会美国学校推出碗公饭，特色就是袂当竞菜，菜妈妈煮啥就食啥，用的是在地米、在地生产的食材，一碗大约6出7出的菜，而且每一顿的菜色拢无同，尤其是食甲四叫。真的吃到很乡村、很新鲜的一个食材这样子。这种古早味的碗公饭，参加农村水保署举办的第2届记忆当中的倒一味好料评选，因为呈现出早期农业社会做事人伫田里食的大碗公便当，互真侪人想起农村的生活，有庄卡的食食特色。这个月公布得到银牌奖。什么叫做记忆中的那一位？那后来想想，我们的碗公饭可能就是可以当做是那种，因为它以前是一个田间的便当。我们在推崇的是一个15里程归零的概念哈，它吃的是在地，吃的是回忆，吃的是我们乡村的味道。即马花东唱国的热气球活动已经吸引超过5万人次。关山顶农会希望后来旅游的大鬼会当推广碗公饭，互来到花东唱国旅游的民众，唔要烦恼要食啥，得当食到俗个大碗的好料。公司新闻采访报道。台湾伫日本关西世界博览会的这为台湾的这个活动呢，伫8月初2特别来起过啊。这届是隆重推出129场的演出。咱的文化部是以强标的文化做主题，透过科技甲传统来做结合，互世界会当看到咱台湾的文化底蕴。新疆伫台顶用现代舞的方式来跳，甲台湾的顶头精神结合导演、灯光和音乐，带观众入去一个神秘的庙寺文化，呈现出科技、信仰和传统的对话。当代艺术的表演舞蹈性，因为一般的它可能就是以传统的出阵去演嘛，当然我们希望是结合这当代舞去柔合传统的神将。这是文化部伫咧8月初2到8月20伫日本关西的世界博览会，准备要登场的饼场技术冲击表演。这届台湾拢总有38组的技术团体，545位的技术家去到日本关西做129场的演出。文化部希望透过台湾的表舞文化，和世界认识台湾。我们国家跟日本没有邦交，可是我们的友谊非常深厚，所以我们终于取得能够进到这个正式的大阪世博的那个广场做表演。文化部表示，虽然台湾无法度正式以国家的名义参加世博，不过因为台湾和日本的关系真好，得到日本各方面的支持，所以才会当有这么多活动。下星期也列做大会正式的表演项目。另外，这届因为文化预算无够，由导演吴念真和灭火器主唱尤大静发起的为台湾伫咧世博看见台湾的募款活动，敢若37点钟就成功博得612万的台票，因为台湾人的团结才有机会用文化技术的形式，让台湾文化徛起伫世博的舞台。记者陈选林秀凯台北报道。国务院甲卫福部合作，即马只要医护人员挂这蓝牙的追踪器，安尼就会当知影因入去病房这前后敢是有确实来洗手甲消毒，准确率是会当来到7%，希望会当降低病院内底的感染。因为这项技术即马是全球上新。2021年1月新冠疫情期间，卫生部同病有一位医生，敢若伫咧照顾确诊的病人了，无做好手的卫生消毒，造成大规模院内感染。为了要强化相关的防治作为，同病甲国家卫生研究院合作，开发全世界第一个透过物联网 AI 监测系统，只要医护人员挂一个蓝牙追踪器，就让知影医护人员是毋是有做好洗手甲消毒。
我们担心医疗人员会有一些惰性的一些问题表现，所以我们是要去实际的去侦测说，他的确去接触到病人，他是不是有确实洗手。研究团队讲，那个鼻装器是一种被动式的感测技术，会让这个医护人员入去监护病房了，是不是有确实的洗手？摸过病人或者是病人周边的环境了，是不是有遵守规定，当洗手或者是淡洗手了，才离开病房。所有资料拢是用网络传到云端资料库分析。研究证实，医护人员洗手的行为准确率有72%。比较挑战的就是说，不可以透过镜头、影像的方式来做一个监控。那在加护病房里面也有很多其他很严格的这些医疗器材的设备，所以我们在做这个系统的设计的时候，确实遇到很多的挑战。研究团队强调，这项创新的医学工程监测的过程，拢无用到摄影机监控，也无侵害隐私的疑虑。那是当协助医疗院所管理医护人员手部的卫生，会当降低病人院内感染，也个提高病人治疗好势加存活的比率。以后将会技术转移，扩大推展智慧医疗照顾发展。公司新闻综合报道。好在热人的时阵啊，准备出门，这身躯边会当炸一支较细支的电风，这是真利便的代志。也毋过因为俗米无好货，所以这种物件呢是真紧就互人批掉啊，颠倒是造成资源的浪费。即马根据统计，敢若2024年，伫咧英国就有5亿9千万件这类的粪扫，这当中有真侪是要真心，就已经互人批伫咧粪扫场啊。北极熊是热甲地边角顶面滚流，海边啊也全拢是人，路上民众是一直会亏损。要若即款的天气以后会阁愈食发生，时间也会阁愈长。未来巴黎可能上高温有40度，比利时甲荷兰的气温也会悬甲无正常。要若为着降温，会使看到真侪人手拢摕一只细只的电风，价销无贵，一只大约是10英镑。无到台票400块。根据调查，英国一天平均卖出19500台的这种手提的电风。Because people think that they'll cool you down. They don't. They just push around hot air. That's pretty cool, but I can't really feel the wind on it. 不过因为真少，真侪人用完就淡掉，而且明年这时阵佫会推出新型的。佫来就是伊无耐用，也无好维修，这种互人叫做快科技的产品，可能致使一场毋捌有的电子粪扫灾难。What do you do with it afterwards? I mean, it looks trash, so it becomes trash. With the UK heat wave, as we know, it can come and go in a flash, and you won't have wanted to spend a lot of money on staying cool. Some of mine I've had since 2023. There's no need to dispose of them after you've used them for one summer. Just pop them away in a cupboard, drawer, whatever, and get them out the next year. 专家讲，这个快科技的电子产品，其实拢有真宝贵的金属材料，亲像铜、金、锂、佮阿鲁米等等，拢会当回收佮再利用。另外，根据调查，英国伫2024年到2025年之间，都等到5.89亿个快科技产品，而且伫2023年，等到数量是4.71亿件，其中有真侪是无用过的红弹条。公司新闻新罗培编译。那下晡晡的天气到底是如何呢？天气玻璃仔带大家做回来了解。北部地区29度到32度，中部地区是30度到34度，南部地区30度到34度。东部地区是29度到33度，外岛地区28度到32度。还有未来3天的气象。以上就是这则中岛新闻，感谢你的收看。明仔载同一时间，咱再相会。